香港匯聚全球品質標杆。天利玉屏公司自成立以嚟就扎根這片熱土，以玻璃嘅通透與工藝嘅嚴謹，定義玉屏設計嘅新標準。堅持匠心製造，選用高端鋼化玻璃，經過嚴格耐用測試，關注每一個細節嘅安全與美感。以客戶需求為中心，提供定製化方案，快速交付與完善售後，致力令每個家庭嘅浴室空間更簡約、雅致、耐用，成為行業信賴嘅標杆。我哋拒絕同質化，擁有專屬設計團隊，從玻璃紋路到框架弧度，再到整體造型，每一個細節都為多元場景而生。無論係酒店工程定係家居零售，總有一款設計契合需求，兼具美感、耐用與安全，讓空間更顯格調。從設計到品質全程把關，天利玉屏致力成為業內兼具美感與實用性嘅優質之選。品質係研發嘅根基，我哋選用高強度鋼化安全玻璃，嚴格執行12道質檢流程，從原料入庫到成品出廠逐項把關，確保防霧、耐磨、抗衝擊等核心要素能明顯優於行業標準。配套配件經多次開盒測試，穩定耐用，並建立完善追溯體系與高效售後服務，令每一批產品經得起市場檢驗，贏得客戶長期信賴。從訂單確認到配送安裝，我哋提供一站式採購服務，專業包裝安全護送，專屬客服全程跟進，讓客戶買得省心，用得安心。售後維修保養服務同步跟進，解決你後續使用嘅後顧之憂，體驗更升級。天利玉屏始於香港，輻射粵港澳大灣區，以品質為橋樑，以服務為紐帶，與萬千合作夥伴攜手共創雙贏。選擇天利就係選擇穩定嘅品質、多元嘅產品與可靠嘅支持。